这是点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重申，在未来10至20年内继续领导信众。人权组织表示，藏人在抗议中国清零政策的活动中受到歧视。西藏阿坝格尔登寺僧人罗桑曲培遭判2年0.6个月徒刑。司政边巴次人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印度支持西藏团体要求印度政府承认藏人行政中央为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联合国调查中国强行将藏人儿童与家庭分离的情况。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召开会议讨论行动计划。台藏践行民主制度对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的影响跨国座谈会在台北举行，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人圆满结束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访问行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1月30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印南哲凤寺国芒学院和拉萨神变祈愿大法会信托基金联合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向来自印度3大寺的僧众等4500名信众发表讲话时，鼓励僧俗信众们通过学习和实践来维护佛法的传统，并承诺在未来的10到20年内继续领导信众。尊者表示：广播卡里有那些情况，都不都注意。来讲，罗局长，你是对这人了呀？俺的，我的生活广播那些情况，回答不到注意的。加上个，我的生活，这个孙权呀的广播播也有嘛的，他的我的生活，亲了的，不，俺了呀，不个。对青龙拿起，到我的上边呢，古松土给别古松的爱去个要的，都现在这个，阿达不都，看到泡泡现在是个，广播都听不清的，毛把的呢，泡泡现在是个，土的卡里要那些这个，爱做什么这个，老大些这个。此外，随着近日中国各地的民众因不满中共当局以防疫为由实施极端的清零政策而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之际，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本周二11月29号发布报告，揭露在过去3个月里境内藏人受到的歧视性对待和任意拘留的问题。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报告，今年10月26号，大批藏汉民工聚集在西藏拉萨的街头，抗议当局以清零政策为由实施的长期封控。据悉，在抗议事件发生后，约有200名抗议者被拘留，并关押在拉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一栋大楼里。被拘留者中有47名为藏人，大部分是来自西藏其他地区的打工者。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报告披露了一个明显的官方歧视案例。在遭捕的抗议者中，汉人抗议者受到轻微的惩罚，仅以拒绝为其支付房租和其他福利，并且在拘留1天左右后被释放或遣返回原籍。而藏人抗议者则被单独关押14天，不允许与其他被拘留者接触，每天只允许吃1顿饭，并经常接受密集审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报告中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因批评中国政府失败的清零政策而被拘留的藏人。
另外，西藏安多阿坝格尔登寺39岁的僧人洛桑曲培，在遭中共当局关押数月后，于今年10月初被当局判处2年0.6个月有期徒刑，目前下落不明。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洛桑曲培在今年夏季在格尔登寺遭当局强行拘捕，随后一直下落不明。目前无法获悉他遭判具体罪名和关押的监狱等情况。2011年，洛桑曲培因抵制和抗议中共当局在格尔登寺无限期禁止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强迫僧人接受所谓的爱国爱教及法治教育而遭当局关押数月。当局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强迫僧尼谴责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洛桑曲培出生在西藏阿坝县加可和木区，他的弟弟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此前也曾遭当局拘押。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今天12月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司政在觐见尊者时，汇报了第16届噶夏在过去数月中展开的各项工作，以及他于近期对印度北阿凯德邦的德拉敦藏人社区、印度东北部阿鲁纳尔恰邦、美加拉亚邦和阿萨姆邦藏人社区进行的访问和当地藏人民众的状况。此外，由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组织印藏协调办公室协办的第7届全印支持西藏团体大会于本周二11月29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圆满闭幕。参加本届会议的各方代表们通过了一项宣言，宣布将积极争取印度政府承认藏人行政中央为全世界藏人的合法代表，同时支持藏人行政中央以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藏中冲突。与会代表们还谴责中国政府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蛮横干涉，并呼吁印度政府加强对西藏的政治支持，捍卫西藏人民的文化、宗教和身份。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分别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在会议上强调了国际社会加强战略合作，共同遏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和侵略性政策的重要性。印度著名作家尼尔贾马达夫博士、喜马偕尔邦中央大学前副校长阿格尼霍特里先生、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嘎玛曲因先生、印藏友好协会全国主席阿南德库马尔博士、印度国会各党派西藏论坛召集人苏吉特库尔马先生、印藏协调组织的召集人因德雷什库马尔曼奇先生和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全国召集人仁钦堪卓克里美先生，以及200多名来自印度各地的代表出席了为期2天的第7届全印支持西藏团体大会。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两院级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和联合主席杰夫·默克利参议员和吉姆·麦戈文众议员于本周三11月30号致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要求联合国对中共当局强行将西藏儿童与家庭分离的情况进行调查。两名主席在信函中引用了西藏行动研究所于2021年发布的报告，强调了中国在西藏各地建立的殖民式寄宿制学校和学前教育系统的强制执行性质，服务于中共当局将藏人汉化的目标。另外，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本周在澳大利亚议会春季会议上讨论和制定了有关西藏问题的行动计划。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联合主席沃伦·恩奇主持了会议。该小组的联合主席苏珊·丹普曼议员、珍妮特·赖斯议员、斯蒂芬·贝茨议员和盖德·科尔尼议员也参加了会议。当天的会议讨论了有关西藏的广泛问题，其中包括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对达兰萨拉的尼伊访问行程，以及澳大利亚西藏自由运动的未来行动计划。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指导，台北市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
华人民族书院和中华博爱台港融协会以及亚洲公共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的台藏践行民主制度对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的影响跨国座谈会，于上周日11月27号在台北市福华饭店举行。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英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和民运人士以及藏人代表出席了会议，包括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先生、台北市在台福利协会理事长扎西次仁先生、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西藏的天空杂志总编辑鲁慧娟女士、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先生、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薛伟先生、台湾政治大学中国发展所教授李有潭先生、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先生、中华博爱港台融协会理事长徐白帝先生、中国民政副主席盛雪女士、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创会理事长杨宪宏先生相续在会议上就探讨名副其实的民主理念及分享经验为题，相续发表了演讲。驻台代表格桑坚赞先生就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后建立的民主制度以及流亡藏人社区民主演变为题致辞。最后，李有潭先生、夏明教授和薛伟先生三人发表了台湾民主化观选团台北宣言，并发表自己的管干与实质的经验。随后，中国民政副主席盛雪女士和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景江博士宣读了台北宣言。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续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立陶宛展开游说活动后，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仁于上周进一步在该地区的其他2个波罗的海国家展开了西藏宣传活动。代表索朗次仁在里加和塔林地区与当地政府官员、记者、议员、学者和支持者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呼吁波罗的海国家关注中共当局对西藏的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压制，以及干涉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行为。代表索朗次仁先生还争取波罗的海国家承认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制定了波罗的海各国议员代表团在明年访问达兰萨拉的相关计划。在拉脱维亚，代表索朗次仁向该国外交部官员、议员介绍了西藏的现状，并讨论了该国议会对西藏的支持。代表索朗次仁还会见了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乌尔马兹林萨鲁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议会议员、记者和支持西藏人士等。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